在医学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畸形儿，很可能活不过10岁。哎呀，行了，您咋还上心了呢？职业病犯了吧？哎，走吧走吧，吃饭了。妈，江景和的家人好像不喜欢我们做朋友。他妈妈笑着，也很有礼貌，可是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咱们家之薇呀，还不稀得和他们做朋友呢。妈，帽子。之薇，妈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是妈知道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我们自己活得坦坦荡荡就行了。他们说的对，我本来就长得丑，就像个怪物。哪有？妈就觉得你好看。你看，这个帽子都用多久了，早就该换了。明天啊，妈妈去赶集，给你买个漂亮的小皮筋儿，到时候戴着，人家都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小皮筋真好看，这是谁家的闺女啊？多俊呐，对吧？”多漂亮的小姑娘啊！瞧你那个瘸了腿的小老太太，还用想啊？又没有小孩子愿意跟她交朋友，肯定是自己跑出去瞎玩了呗。许志威，许志威，许志威，又谁家的小兔崽子？阿姨，我可以和许志威做朋友吗？